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美国的海关甲边境保卫局24号发布着新闻稿，讲以捷安特为品牌的期待公司，伫台湾制造生产的自行车甲零配件，牵涉到强迫劳动，所以针对这个产品发出着暂扣令，就是甲产品暂时扣起来。啊，期待公司讲，因会提出申诉。 TCR is fully dedicated to the modern road racer, engineered, designed, and made to climb, corner, and sprint under the world's fastest racers. 台湾期待公司出产的捷安特脚踏车是世界出名的脚踏车品牌，是讲捷安特伫台湾制造产品，总属乎美国政府扣留。美国海关甲边境保卫局 CBP 掌握着资讯，讲期待伫台湾制造的捷安特脚踏车的零件甲配件牵涉到强迫劳动。 美国决定禁止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口到美国，所以对这产品发出着暂扣令。伫咧针对捷安特的调查 ，CBP 拢总发现5项强迫劳动的指标，包括着滥用弱势处境、缺保的工课甲生活条件、用制无共笔、扣薪水甲超过工作时间。CBP 讲，捷安特透过强迫劳动，用比市场价格计销生产产品。 不法贪过了8万美金的利润，造成美国企业的损失。期待公司会当销毁货本，退回原生产地，或者是想办法证明货本的合法。Welcome to Giant Taiwan Manufacturing, home of the TCR. First launched in 1997, all 10 generations of the TCR were engineered, designed, and manufactured right here in our home. 期待讲会提出申诉，是讲也按算会影响着公司4%到5%的营收。期待也强调，公司无法度接受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。经济部国际贸易署讲会甲劳动部合作，协助期待公司赶紧解决可能牵涉到强迫劳动的议题，互 CBP 量杀撤销暂扣令。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